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实在是太困了，能不能躺在这儿睡一会儿呀？不行，守夜是你的责任，怎可怠慢？皇上，这些日子臣妾几乎天天来给您守夜，臣妾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哪来的废话？能夜宿大明宫，在外人看来，还不是你莫大的福分。皇上是不是生病了？皇上最近有没有感觉到无论怎样都提不起劲儿来？皇上可曾听说这种药？臣妾听人说，这小小的盒子里装的可是被誉为男人福音的稀有药品，男人的必备良药，宫中早已传遍了这大名鼎鼎的金戈。大胆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皇上，作为男人，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这偌大的后宫，皇上怎么会没有个疲软的时候呢？这是臣妾花了重金偷偷买来孝敬皇上的。闭嘴！不要再说了。皇上，你已经很久没去过臣妾那里了，臣妾只是想用这样好好的来服侍皇上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皇上这说的什么话呀？皇后娘娘。行了，皇妃，今天你的福气就享到这儿吧，下去吧。是。